这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。咱用恭敬的心，伸出双手来迎起这个饼，伫心中感谢主，为主的牺牲，为着救赎咱。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
出来。咱摕到的时阵，伫心中感谢主，因为伊流出宝血，洗清去咱的罪。